新闻开始来关心今年的第5号风台杜苏芮已经形成，有可能是今年头一个发布陆上风台警报的风台哦。风台是继续挖进台湾，可能会伫后礼拜的暗时到拜二的透早影响台湾。也毋过目前风台路线预测哦，佫有真侪变数。有气象专家预估未来有可能会增强做中度的风台。 伫菲律宾东南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，第1日透早已经转做轻度风台杜苏芮，豆豆啊加向南台湾。气象局表示，后礼拜开始会对台湾造成较大影响。预估在下周1、周2、周3，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，会来到巴士海峡。预估在周2、周3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因为它的环流可能相对是比较大一点，会为东半部地区带来一些下雨的情况。 西半部地区预估也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形发生。气象局表示，风台杜苏芮扫入来咱台湾的机会有变较悬，礼拜进前还未当确定，佫需要观察。嘛提醒民众拜六礼拜就要做好防护的准备。现在在周3、周4，台风是距离最接近的时候，因此这时候的风雨相对来说有可能是比较明显的。以目前的预估路径，在周2到周4，台风是逐渐接近的过程当中，风雨带来的影响可能是不小的，请大家特别留心。 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气象局嘛提醒民众，台湾海峡南部的风影较大。另外，这礼拜天气大部分拢是过道会落雨讲好，日是高温烧热，一寡所在温度上悬会到36度，就要注意假日唔通晒到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